我感觉这些好多东西也是很简单很简单的，它就是一层窗纸，这也就怎么破的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。哎呀，仔细深究的话，感觉我的爱情观 low 了。他又发个朋友圈，我给他点了个赞，我操！你点个赞，再给他评论一下。他之前就是这样被我删了，我就说他删我这。很烦你是吧？好，那你点个赞就行了。我叫豪哥啊，目前的话从事着情感导师这个行业，那种带点调皮啊那种味道。由于这个计划生育的影响啊，主要问题就是没人。我服务的一个客户啊，大概现在已经超过了3、4千人，属于那种底层工作者吧，就是基本上很难找到那种老婆的人。